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1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闪读时代，头先就来报现在。第六轮注疫苗有高端疫苗已经开放民众去医院登记啊。另外也当咧规划疫苗所谓平台的民众，通好去印证明文件。行政院振兴5倍券有风声讲，上紧伫咧8月底就会公布。另外，高雄市除了5倍券，市民过当电话领到1000块。台中大理文心南路车路破一空，有民众轿车载入去，目前事故原因也等待调查。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有12个本土病例，4个带病入境，另外也有2个死亡个案。讲到这个注疫苗部分，指挥中心宣布讲，第6轮会有国产的高端疫苗，对今仔开始，民众会当去做医院登记，上紧伫23就当注册啊。而且这回尚无有60万吨的高端疫苗。另外，讲到咱国内缺疫苗的问题，就媒体问讲，指挥官陈时中敢会亲像南韩共款，亲身去到美国协调呢？陈时中也表示讲，若准会当较早来，当然嘛愿意。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拜3 11新增加12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新北市6例上侪，过来是台北市的基隆2例，各新增加2例死亡。因为新北市今天有6例，那主要是有几个案例是一个社区群聚的案例那新北市政府现在正在积极做相关的疫调。目前各国拢面临欠缺疫苗问题，韩国进前国派专人去美国催货。有媒体询问指挥官陈时中是毋是考虑亲身去美国催疫苗？陈时中是讲，若做会当较早来，安那做拢愿意。有必要任何可能可以让这个货能够早点到那任何的作为我们都愿意做。指挥中心也宣布，第6轮疫苗要注国产疫苗高端，民众会当即马开始意愿登记，到8月13礼拜5 12点结束。伊要注射时间是8月16早起10点至8月18中昼12点，预定开始注射时间是8月23至8月29。至少会有60万剂。但我们希望说能够有80几万剂了那不过这还是要看我们也检验的一个有没有，这个检验还没有检验完，我也没有办法跟大家讲说它一定会检验会过。若是出名的作家高北岛的张五，进前好亲像注 AZ 疫苗了后死亡，引起外界关心。但是中回应讲，高北岛的张五毋是公众人物，无适合公开谈论。根据指挥中心统计，国内疫苗不良注射反应通报，注 AZ 疫苗了后死亡上少年是26岁，注莫德纳疫苗死亡上少年是36岁，两个拢有罕见疾病甲重大伤病，是毋是甲疫苗有直接的牵连，也有待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外国的研究资料，讲 AZ 疫苗能当过时间愈久，效果会愈好。特别是44到45礼拜，这个抗体高度是上界悬的。也因为咱国内疫苗数量无够，政府敢会参考时间让愈长的做法呢？指挥中心今仔日无回应，干那讲咱国内目前的规定是爱让10礼拜到12礼拜，若准超过12礼拜了后，犹原是有预防的效果。国内新冠病毒疫苗无够，大家拢在思考是毋是应该延长2剂疫苗之间的时间。英国古典大学研究报告发现 ，AZ 疫苗2剂之间，计44到45礼拜抗体浓度上悬；过来是计15到25礼拜，最后是计8到12礼拜。如果这个2剂的间隔越长，根据他的研究可以发现，这个抗体浓度其实是会越高的。那所以是针对比较缺乏疫苗的这些国家，我们是可以拉长这第2剂，先把现有的这个疫苗先给足够的人先去打，至少第1剂这样子。莫德纳加 BNT 这种 mRNA 疫苗，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内底研究报告，第1剂注了后27天的抗体浓度，加注2剂了后真接近，不过18天了抗体浓度变化，还个研究较真。疫苗短缺那很多的这个单剂施打之后那是不是足以应付这样子我们现在的疫情？可以由这些研究来这个支持这样的一个论点。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国内2剂疫苗是计10到12礼拜，卡数个延长，也是同款有防护效果。如果必要的时候，超过12周再施打，免疫反应还是可以很好，还是可以有预防的效果。所以打完第1剂以后，他因为某些情形而超过12周再去施打，也基本上我们也是建议说这样子没有关系，是没有问题的。先进同第2剂疫苗延长注的时间，对预防效果无成过大影响，不过是不是考虑延长，指挥中心无直接回应。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咱国内已经有超过922万人次注过疫苗啊。卫福部按算伫即个月底要推出一个数位平台，互民众家己会当去平台顶头印注过疫苗的数位证明。另外，今仔日开始注第5轮的民众，大约有48.7万人会当注到莫德纳疫苗。总算有莫德纳疫苗用注咯，透早就不少人到台北电竞场准备注疫苗。有人知影这摆注的是莫德纳，感觉家己真兴奋。我属于第8类的，今天打的第2剂是1类到3类，对不对？1到3，照理讲我不能打。他批错，陈时中不是说批错了吗？1500个人吗？对不对？那就顺风车啊。第5轮莫德纳注的对象包含65岁以上老大人注第1剂，53岁到64岁以上第9类对象注第1剂，到第1甲第3类对象或者是有新的婚姻人注第2剂。有估计一摆注的人数差不多是48.7万人。我想现在疫情还是很严峻哈，那我们还是建议如果有疫苗哦就可以先打。国内有愈来愈多人注过新冠疫苗，部分行业也要求人员固定体检，确认无感染。所以卫福部要推出疫苗收费证明签发平台，方便民众参考使用。纳入包含疫苗的这个厂牌啦，那它的这个批次啊，还有它的这个型号或者是接种的日期等等的栏位，会在这个系统里面。另外，各界集齐健保署 App、健保快易通，也有相关的资料，是不是两边拢重复来设置？周忠良强调，健保署 App 包含上过侪个人医疗资料有隐私问题，无法度下载使用。这个新的平台用下载热线做纸本证明，是电子凭证的概念，相信月底就会上路。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伫今仔日出现4个本土病例，其中2个是初步感染源。市长郭文迪表示讲，若准备病情完全来稳定，恐惊是要连续28天拢无病例才有准算。若讲到新北市的部分，因为进前永和出现病例，体检队也去到永和甲民众做体检，真也找到2个病例出来。台北市初10例确诊，才欢喜一天啊！尔11新增加本土确诊4例，2例是家屋内感染了哈，所以这个。其中还有1例是在隔离期间因为要解隔离之前要做一个筛检被抓出来。不过还有2例是不明感染源的。台北市长郭文铁特别讲，要完全来清零，要连续28天是加零，才有法度确保完全是清气的。追踪确诊个案卡列，案例因59078北起过远东百货保庆店。也坐运来回西门甲台北101站，由这个保险店把有专柜小姐去画到，是毋是有关联？副市长黄珊珊强调，2个案是无交集，这阵感染源不明。特别的是案例因5908是台东区一间餐厅的员工，这阵餐厅已经停业消毒，员工已经拢爆裂起来了。其实他的先生在5月20号就已经确诊，那个时候他也有被居隔。那依当时的规定，当时居隔并没有做采检，如果当时有筛检的话，他可能是已经。得过的情况，所以我们现在在验抗体。新北市11增加6例本土的个案，其中3例是伫厝隔离阴转阳，另外永和有社区33例确诊个案。新北市发动机动的检查队来进驻，2天检查647人，检出2例确诊，更加列出共同的住户231人伫厝隔离。我们筛检了647人，筛检出2个阳性个案，总共有231人，110户。那如果有办法安排1人1室的，我们就要求要住防疫旅馆，所有相关的费用由政府来提供。那筛检出的这一位呢，阳性的个案呢，他目前的感染原因是不明的，所以我们才会启动整栋楼的一个居家隔离。新北市也公布确诊个案的卡列，案例因591甲917是大斗阵的室友，北斗阵去羽球馆拍球。另外案例因591去过3重埔的冰店甲超商，也有家乐福、路酒店。好友以鼓励民众采检查来阻断稳型的社区传播链。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日有向总统蔡英文报告5倍券的规划进度，而且也有风声讲，上紧伫8月底就会对外公布要安怎来使用咯。中央要来推动，由地方政府做回大放送，亲像高雄市因的市民会当另外领到1000块。来讲到台南市的部分是会到活动来做结合，刺激消费。
行政院要发放500元刺激内需消费，外界关心500元什么时阵开始？行政院长苏贞昌10月向总统蔡英文报告500元的规划进度。总统讲提出更加完善的计划，传出行政院上紧8月底要对外公布。500元是一套10张，包括着新增加3张1000、2张500、5张200，纸本会当伫邮局换买。全国11000间超商原来会当预约，受益券会当选择办信用卡、电子支付、悠游卡，还是一卡通。振兴是我们未来几个月工作的重点哦。那行政院会参考去年的经验哦，提出振兴方案。总统也请行政团队持续与各界及立法院党团进行沟通，让振兴方案能够做得更好。这届500元比照300元，会当用伫全国实体店面，当然也甲考虑放宽适用外送平台订餐，来帮助店主。针对经济弱势差不多109万人，政府会直接汇1000块去民众的口座，电话是免费。地方政府已经上准500元的商机，高雄市去年透过300元创造12月的发票金额达到23亿，今年宣布加1000，互5倍变6倍。还佫会加注伫餐饮甲观光。过去在夜市券、商圈券，还有40抽，我们都已经累积了一定的经验。在这个范围的部分，我们当然也会再把它扩大。对于每一个这样的一个店家，我们提供这样登录的发票，然后我们来做双倍送这样的一个活动。那首奖呢，目前呢，我们当然有神秘大礼。高雄要结合国庆年会、台湾灯会，也甲跨年暗会，希望会当创造100亿商机。台南嘛是同款，要配合振兴政策，搁加注，一定包含购物节、整合观光文化甲农业资源这些活动，上紧9月就开始。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嘉义的空军基地，有一台 F-16V 战机，今早起7点半左右执行地形性的飞行训练，所发生起飞了后，规个座舱挂落去，好佳在飞行官有随处理，也平安下落来。这也是 F-16V 战机头一届发生这种的意外，规个座舱挂落去是真严重的代志。若阵规底挂伫咧半空中去击到飞行器的尾翼，可能会造成飞安意外。目前也正咧调查这个事故发生原因。讲到台东目前正咧举办热气球嘉年华会，不过伫咧初十的时阵，数一粒热气球烧起来，迄当时是无载游客，也无人受伤。经过民航局调查，也审视过业者所提出的改善措施了后，也已经同意活动会当恢复办理啊。办第11年台东县热气球嘉年华会，测试以台东人的限定，无开放外县市民众进场的模式，伫地上无影度假村举行，也受到顶一周末西南气流影响，初9才正式成功。暗过70尾暗6点左右，热气球拄咧点火，现场煞现一阵风，将场内4粒球往吹甲东倒西歪，其中一粒飞起来，飞向附近的树林，也佫烧起来，引起现场大家拢惊一跳。在过程里面突然间发生的那这种现象基本上非常非常的少见那而且是瞬间的强势的逆向的气流。好佳在无载客驾驶员也依照紧急处理程序熄火降落，地勤人员冲至树林，将这条热气球的球皮甲加速设备讲出来，无人伤亡。民航局要求县府委办的天际航空暂停热气球升空，提出改善措施。热气球方向的调整的时候，这些绳子还有绑的一个方式呢，如何再做强化，来避免说接下来如果再有同样的气候天候的时候不能再发生同样的类似情况。在下晡，民航局审视天际航空提出调整，别个所有改善操作作业了后，已经同意恢复热气球升空。安全考虑要求业者未来若真侪粒热气球同时操作，调整别个所有这个动作，免真侪粒同时操作，才袂意外个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今仔下晡1点半左右，伫台中大理的文心南路，民众赛车经过，却无设立几台车踩入去一个坑内面。当地里长表示讲，这个路段常常发生路边落落去的意外，而且伫半年内面就发生3届啊。这车路向出现一个破坑，敢是地下水道工程所引起的呢？恐惊是过来调查。敢毋是去外面翕到，明明是日时好天，快车在路面，敢若要落来。一台乌色的轿车经过，感觉路面怪怪，有时赶紧闪过。随后路面规煞落来，结果路面变一坑真大坑。后来一台文色轿车无看到，无注意，无减速，直接开过去就落落去了。
他没有，他就自己已经爬出来了，然后就问他有没有怎样，就帮他打电话。在下晡点半左右，台中市大理区文心南路往市区的内边快车道路面向落入去，深度将近2公尺遐深。当时66岁姓林的女车主开车经过袂好险。当地里长讲，这个路段半年来至少已经有3摆路落入去，假是有水下水道工程有出问题，才会造成这种情形发生。这个路之前有做那个污水道工程，是从地底下挖掘的，可能路基是有所谓的流失的状况。有没有血气胸？他最主要是你安全气囊爆了以后，前胸有挫伤。这女车主规身躯拢磕着、切着，市长罗秀燕赶紧去探视，也甲下失礼，讲一定负起这个赔偿的责任，也追究是毋是有人为的责任。我们表示道歉，那同时对人车全力赔偿。第二件事情，我们会查明原因。那同时呢，如果有人为疏失，会追究责任。第三个呢，为了整个路线的一个安全，我会全面的路检。当地民众讲，当地有水下水道工程至少做年外，市府表示，除了调查是毋是因为工程所引起的，也对这路段全面来路检，避免相关的意外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大水河造成的灾害，伫高雄的桃园山区对外车路是拢未通，当地民众也想办法家己开一条路出来。另外，伫六区这个土石全部放落来，也甲老农溪全部塌掉咧，已经甲边仔爆花病悬啊。附近的温泉饭店的订单也拢去互民众全部退了，损失上无拢有上千万。空中调压机记录6区成为例，边仔这条老龙溪河堡因为山顶冲落来大量土沙，范围变大变悬，连山顶怪树路顶也被冲落来。只是5年前，爆发到河堡关价差15到20公尺，即马贴悬到行路都引到，互你就是真烦恼。这片土地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屋溪的护岸，如果要赶快整理的话，很容易这边。国营的桥梁可能都会陆陆续续的断掉。村庄附近有大量的淤积的话，那我们会用我们的开口蓄液，先去把河道的沙子挖开，至少让水可以下来，那保护居民的安全。水利署表示，去年收存1万方以上沙石，这摆拄到大雨造成灾害，只要天气稳定，会马上派人协助。像涵管的水井哦。有人已经等备赴桃园区福兴里、文山里的居民为生活自力救济，号召族人提签清理产业道路，也有串流溪流的石头。抢通了后，就引起高远采收，不是放回烂。桃园区交通等第5天，文山里有一名40岁男性忧心发作，由直升机送去病院。风景区业者也承受特定压力，亲像6区本路温泉民宿业者，订房拢退了了。游客都预警性的陆续爆发退房潮，那我们这里的观光损失有没有估计高达台币上千万？观光局表示，已经规划减免业者温泉使用费，一个争取在防疫前提之下开放公用温泉区，希望服业者早日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在咧新北市的三峡有一间公寓厝半暝发生火灾，造成3个人死亡，4个人重伤。这导火原因可能是因为在咧厝内踩一块领导，也是咧烧香点火，或者是电线烧拍电所造成的火灾，恐惊是过来调查。这个在烧吧？后面也有。消防队大动作派出200人来抢救，因为新北三峡民生体巷仔内一大民家厝发生火灾。环境1点外，这栋6楼的主体1楼闹出火迹，消防队来到现场，大火砰砰倒，紧救水线来抢救。在事发的同时，厝边还有听到爆炸声，就是有那种碎玻璃的声音，这样子，就赶快往下跑，赶快逃出来这样子。在厝内的7个人煞咧，互人救出来送去病院。不过大火无情，已经造成姓詹的厝主和伊大姐囝，还有10岁查某囝不幸死亡。厝主因某还有7岁囝和因舅啊，另外外州的康户有4个人着重伤，即卖还搁咧抢救。根据消防人员初步研判，导火的所在就是伫个厝的客厅。这灵堂初步上有用蜡烛，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蜡烛的可燃物的部分的遗迹，我们现在在做一个鉴定。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整个临时的灵堂全面燃烧以后，我们发现到延长线的使用，简单的讲就是有短路的状况。原来伫个厝内进前有长辈过身，
就伫个客厅内设简单的灵堂，这边的火灾可能是甲这有牵连。不如果书当时火灾警报器都有弹，是安怎讲住户会走袂赴咧？这个案子啊，它是有安装助警器，那可能是因为夏天我们都有那个开冷气，然后门窗紧闭的状况导致助警器即便有响，可是里面的住户还是没有听得很清楚，也可能是因为浓烟过大，导致我们的里面的住户有昏迷的状况所以导致他们没有来不及逃生。这场凶恶的大火已经夺去3条人命，规口罩嘛拢破碎去，是安怎会发生火灾？就要搁等火调人员来背会清楚。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各国疫情拢真严重，因拢想办法要甲民众注疫苗，唔拿找空间做疫苗注射站，甚至有鼓励措施来请民众来注。讲到确诊人数累积起来上界济，美国新学期也特别开始啊。不过12岁以下囡仔到当时无多注疫苗，地方政府也开始有对策出来啊。根据美联社报道，规定学校师生伫学校爱挂喙安的有加州、路易斯安那、纽泽西、奥勒冈甲华盛顿州，另外阿肯色、亚利桑那、佛州、爱荷华、奥克拉荷马、南卡乔治亚、犹他甲德州，拢是采取授权予各学区，或者由家长家己决定的做法。防疫专家对安尼是真不赞成。The Delta variant is the most contagious variant of COVID yet known. This Delta variant now comprises well over 90% of our case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he reality is that children under 12 years of age do not have access to the vaccine yet. Children 12 and above may have access to the vaccine, but many have not been vaccinated yet. 这个目前做第二剂疫苗的比例差不多是55%，不过成长速度有减慢的现象。因为9月特别联邦国会大选一定会造成大规模群聚。这个政府决定为10月11开始，除了囡仔甲有新的福利人以外，其他人要接受体检，爱家己出钱。伫餐厅食饭甲室内宗教集会、体育活动，爱有采检阴性证明。另外，伫英国，疫苗注射率比德国悬出20%，成年民众完成注2剂疫苗的超过75%。虽然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成功阻止6万人新增加死亡病例，也予2200万人未被感染。不过，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表示，政府打算伫9月，也就是完成2剂疫苗注射率100%的时阵，推出注第3剂疫苗做法。公司新闻齐家人评晓。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伫咧境内共和国内边出现一种甲伊波拉病毒真相像，而且增加胃病，而且染到病了后，也会出现到一个出血现象的病毒，或者是马堡病毒。目前已经造成1个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也派人去到遐处理，要来防止疫情传开。世卫组织测查证实，西非洲头一个马堡病毒患者，伊是7月25日伫几内亚西南部挖近邻国43甲赖比瑞亚的边境村庄，介凯度破病的8月初2过身，死后确诊。卫生当局已经考虑监测755个可能接触的人，目前无发现传染病例。The Marburg virus is very similar to Ebola. It starts with a very abrupt fever, headache, malaise, and bleeding. The difference with Ebola is the fact that we don't have a treatment, we don't have a vaccine for Marburg. 世卫组织表示，马堡病毒是伫咧密保定动物的身上，咱人经由拍拉食到巴肚感染到的，再搁透过接触体液，也甲被污染的表面这个方式传播。出血热的镜头甲伊波拉病毒正共，致死死亡比率达到80%。进前非洲东部甲南部真侪国家拢捌传出有马堡病毒，也甲一寡零散的个案。这个是头一遍出现伫咧西非。世卫医师讲，虽然也无治疗的药物，也毋过特别的镜头支持性的疗法，也是会当改善存活。The capacity for case management, secure case management, and also research in the pipeline of drugs and vaccines coming will be interesting to follow up in this case. 几内亚是2014至2016年中间西非洲伊波拉疫情大流行开始的所在，当时造成1万人死亡。今年进前阁出现第2届感染，2个月前才结束。无意外又阁出现马堡病毒的病例。
市卫组织紧急派遣10人小组前往评估风险，提供社区体检、临床照顾、感染控制这个后勤资源，也开始看边境监控，一定会赶紧侦测可能的病例，切断扩散。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讲到台湾甲帛琉的旅游气泡，指挥中心伫今仔宣布讲正式来开放咯，而且14号头一团要来出发。等来到台湾了后，要进行5天的加强版本自主健康管理，另外搁再加9天的自主健康管理，而且去到帛琉还搁疫苗读好处，市场反应是真好。5月因为台湾爆发本土疫情暂停的台北旅游，即卖疫情转好，指挥中心11正式重启，14小法团特别去帛琉检疫也比较进前的模式。等台湾了后，唔免隔离，采用5天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我旅游泡泡，那这2天外交部也给我们文那相关的也检视过了那基本上跟上一次一样那我们大概是。整体大概这些防疫的措施还是一样。旅客等台湾了后，共款伫机场采检，搁做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用伫出来，啊毋过爱落实一人一室。第5天 PCR 检测，阴性了后维持自主健康管理到第14天。旅行社早就已经提前开放预备，民众反应真热烈，而且有超过4000人付定金。因为即摆除了等台湾免隔离，帛琉政府搁表示应提供差不多2000剂疫苗，互旅客来做。互即摆台北旅游2.0搁较有吸引力，啊毋过业者也烦恼帛琉是不是有充足疫苗？跟其他国家回来呢，要来的算是方便。4天的行程大概59900起，然后到5天的话大概是65900起。华航每多2班的话，不足以消化掉现在大量的需求订单。那会不会有人最后是没办法试到，或者是没办法预约到？那这部分我们现在也在跟帛琉邦等他们正式的一个告知。为消化需求较订单，旅行社也积极争取包机，比如已经将近800人口完整做疫苗。政府表示会提供非随便体交先甲莫德纳疫苗，予台湾人来做。啊，毋过做疫苗是医疗行为，会比较关岛模式，旅行社袂介入，也避免前期。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国内是离境界，亲像游泳池、掠零等等行业，已经是带条件开放啊。不过有一种店是互人客来移倒啊耍，到打算是拢无法度来开放。业者家己也提出防疫规范，希望政府听到心声，允准因来恢复营业。这个岛顶的营业，几日来都算摆好势，看会出业者真久无整理啊。虽然政府开放互因卖产品，但是因为防疫还未允准互人客伫内底耍，对因来讲，原本要搞啥的收入，就来自店内的消费，即马看到座位空空。颠倒心酸。在降2级的时候，我们独立被拉出来一块。那我们在各方面的防疫跟严拟，比如说面罩啊、口罩啊，然后甚至紫外线的消毒，我们都已经做到。我觉得我们超越了按摩，也超越了游泳池。倒啊耍的业者不满喙暗流落来，会使开门，唔知因是倒位较危险，而且进前的二级防疫，因着照常营业，即马煞袂使，标准是啥？另外，同款较新潮的室内游戏剧本杀，业者嘛做阵发声，希望政府互因一条生路。桌游啊，或是我们的谋杀之谜的店家，这个有条件的开放，然后真的如果只是零售的话，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只卖剧本这样子来支撑下去。针对这寡业者的诉求，经济部是表示，照因的了解，指挥中心是已经有开放剧本杀的部分。另外，倒啊耍，因嘛会甲业者提供的防疫规范，报予指挥中心来做沟通，互因通有真正营业的机会。记者陈嘉文调随台北报道。劳动部伫今日宣布讲，因为疫情对劳工的影响是真大，本地对劳工补贴1万块的政策正要扩大咯。无论是上规日的，也是算点钟的，这2种劳工拢会当领到1万块的补助，申请的时间也延长到9月30。疫情影响到各行各业，虽然有真侪行业已经来复工，不过也阁有真侪劳工和业者因遭受到严重的打击，甚至领袂到纾困。
模式，它如果不是在勒令停业的行业别里面，但是它实际上却是完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4月、5月开始新营业的店家，其实在这段时间也是一样，根本没有办法把它的业绩冲上来，也没有办法继续营业，也应该要纳入纾困。时代力量党团希望行政院就要点阵来盘点，看要安怎来甲纾困甲做较斗大的。也若劳动部嘛伫11宣布讲，扩大全时甲部分工时劳工生活补贴的对象，甲袂当参加就业保险的中高龄再就业者，用7月薪资，甲比起4月受雇同一个雇主的薪资，若是有减少2成以上，拢会甲纳入去。也若讲其他的排除条件拢无变。已经领过了老年给付，或者是说满了65岁不能再参加就业保险。可是呢，他还是持续工作，有劳保投保记录的这样的一个中高龄劳工啊，把110年的7月的这个部分新增纳进来，原来只有开办5月或6月薪资有减少20%的部分。我们预计可以协助32万名劳工，那我们也将这个申领的时间延到这个9月30号。劳动部提醒讲，部分工时受雇劳工的生活补贴3.0，对13开始来申请。也若讲全时受雇劳工的生活补贴2.0，就会照薪资受影响的月份，对13和23开始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有2个外籍嫌犯伫家人的 ATM 机器顶头偷装设备，民众若准去领钱，就会甲口座密码拢记录落来。上海银行表示讲，目前无民众损失，警方也当咧追查。卡片插落去，密码准备领钱，就甲以往同款领。毋过有银行员发现讲，提款机卡座加即个物件，赶紧报警。看起来真普通的铁片，内底好亲像有装电路晶片，会当录持卡人的个资，甚至密码，拢有可能外泄，效果不堪设想。民众领钱的时阵，若是无注意，真有可能就互录去啊。一般大部分都是比较不会去注意啊。有可能啊，因为我们会信任银行啊，这样子提款是很经常的一个动作，这银行的机制就要变得比较强一点。嫌犯落手的 ATM 就伫家人仁义路的上海商银，警方调查掌握到2个外国籍嫌犯，半暝甲这切路装置放入去插卡做了逃走，2个人用移户卡联络，犯案了后入去换卡，有可能幕后有集团伫控制，甚至是国际 ATM 偷领集团又过入来国内。立即组成专案小组目前初步清查尚未有民众被害并且已锁定特定犯行积极侦办中因为他那个异物弄进去以后呢，我们整个机器就没办法使用了，因为已经没办法使用了，所以那个后来人卡片根本没办法插入啊。上海商银是讲无人受害，警方大动作清查附近所有金融机构，暂时无类似的情形。都惊国际拢知已经偷领案再次发生，验过一个是放恶意程式，互真侪间自动提款机会当自动吐钱；另外一个是利用偷录装置偷摕销户，方法拢无同。验过大家加细致，才当避免嫌犯偷过手。记者综合报道。台南7股严重的盐山，因为前几日的大水雨，互这寡盐拢扬了了啊！而且盐山技术季也伫要开始咯，严重是趁好天赶紧贴盐山。另外，伫咧家己水上饲螃的螃农，也因为这大水雨，这螃箱啊拢浸水啊，了钱是了90万。远远看过去，饲螃场拢淹伫水里，螃仔箱伫水内强要淹着。南部7月底开始连落几落天的雨，家己4、5个螃仔龙8月初去巡视养螃场的时阵，就看到这种的景致。即摆已经11天啊，水还未退。逆放是全部都已经灭顶了，以现在来讲是差不多在15万至20万左右了。从农这边有受损的情形的话，还是可以在申报期间去公所做申报。这水无退，无法度整理，心血无啊，互螃农要靠无目屎。大水雨一个落2礼拜，毋但带来真大的损失，也互台南7股盐场的盐山，互大水冲甲拢扬去。整个盐山大概被溶掉了约2000吨的盐，所以那个除了表面稍微就是变得比较暗沉，然后整个盐山的体积盐山的阶梯大概都有一些缩小或者是受损。因为盐山拄好是艺术季要开始，初10号一个停，工作人员就赶紧运盐来修补，准备礼拜6重新开放。大雨造成水位欠悬，台南运河出现特殊的景象，青人一直跳出来，互游客真欢喜。可以不可求了。觉得很兴奋啊，没看过。
下游进来，让咱的海水换变较正，较正了，浮游生物增多，鱼伫外海呢拄着咸水、拄着正水，伊就挤流入来伫咱的港口内底。拄仔坐船拄着这个情形的郭信良讲，台南运河真久无拄着青咱啊这么济，业者也解说，青咱啊爱光。游艇经过渔镇的时阵，鱼仔受到惊吓，就会跳出水面，而且暗时比日时搁较少看到。记者综合报道。这十个到了后，受到对流影响，气象局针对19个乡镇发布大雨特报。其中，伫新竹北部换山区的所在，因为变大雨，溪水规个填出来，是淹到边仔附近的稻仔田甲果子园，损失是真严重。大雨直直落，已经看袂清楚倒位是路，倒位是田。新竹县北部初十下晡一场大雨，农民的辛苦种植全拢浸水，隔天日头一出来，园仔已经倒了了。果园跟稻米有没有稻谷，都是因为这边水没办法宣泄，然后回堵到那边整个淹掉。没有办法啊，还是要种，也是要种啊。那希望政府怎么做？看有可以赔偿嘛。附近的果子园同款损失严重，哪种的芳果、薄芽、冰箱甲种植设备，别拢歹去啊。昨天就是飘起来，走了以后，它就所有都是位置就变了，冰箱全倒，还有这个剪草机、耕耘机，全部都淹没，连油箱到引擎全淹没，可能都要修理。居民希望县政府会使定期派人来清附近这条溪，避免后摆落大雨，搁一摆造成农民的损失。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讲到极端气候是影响全世界，有专家表示讲，咱台湾未来就要面对天气会愈来愈热，落雨愈来愈强，而且可看会愈来愈大的趋势。学者也警告讲，未来台湾的温度若准是增加4度，落雨的强度会比即马搁再加3成。毋是可看到是大雨成灾，极端气候早就已经是现在进行式。联合国政府间气候专门委员会 IPCC 初九公布第6摆评估报告，更确认人类行为确实影响大气海洋，甲造成暖化。台湾升温速度比全球平均较悬，在无做任何努力的上歹情形下，天然灾害恐惊是愈来愈多。所以我们确实有那种越来越热，然后越来越降雨越强，然后越来越干的这个趋势哈。如果是持续这样的无限，就是说没办法控制的排放下去的话呢，那未来冲击就非常的大。学者指出，上歹情形就是无国温室气体继续大量排放，会让台湾的温度比100多年前增加4.5度。专家表示，若温度升悬4度，有可发生在台湾的强降雨强度会增加3成。调息的压力也非常大。也就是说，好，我们这个前几天在南部下了2000多毫米，2天说下了2000多毫米，那有可能就变成2500了哦。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莫拉克风灾3000毫米，那就变成4000了哦。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有时候就很难应付了，更何况要增加这个10%到30%的这个降雨的强度，这个压力会非常大。这场由台湾科技媒体中心主办的专家线顶对会，针对 IPCC 公布的上新评估报告 AR6。提出观察甲建言，也认为政府目前推动的相关政策依然无具体做法，恐惊未当应用未来更较激烈的极端气候形态。记者综合报道。东京奥运结束了后，接下来由新兴障碍者的世界运动会，也就是帕运。咱台湾有10位选手当日训练，希望会当去拼一个好成绩回来。运动员认真训练，因是今年代表台湾参加2020东京帕运的国手。8月2日将要出国去日本，即阵也把握时间做最后的准备。主要是训练伊的比赛迄个爆发力甲迄个肌力。今日下晡训练的重点就是重量训练。因的训练强度甲一般的迄个专业运动员无啥，拢一模一样啦。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就是身障选手的田径队一起训练，然后这次是跟体育大学就是一般的选手一起做集训，感觉不一样，对，就是也是有比较有那种竞争的感觉。帕运是专门替身心障碍者举办的综合型国际体育比赛，伫奥运比赛了后举办。
台湾选手自1992年开始参加拍运到大，也拢有出色的表现。1996迄块金牌就是视障柔道李清忠，应该是算咱的国家内底有奥运级的金牌第一地，凭正常的选手，搁较早2届。这次是第3次参加帕运，那就是也很开心自己可以坚持到现在，因为在台湾视障柔道比较少人接触，然后也是希望让更多人可以看见视障运动员。今年代表台湾参加拍运的10位选手，分别是乒乓陈小文、林志宇、丁明志、罗碧春、建立林雅璇、电竞杨传辉、刘雅婷、柔道李凯琳、游泳陈良达、羽毛球彭真宇。比赛伫8月24到9月初5进行。记者杨淑晴、曾派文台北桃园采访报道。在最近，台中的市议员发起民意调查，希望国中、国小甲学校时间会当延后到早起的8点20，想要到有8成的民众来支持。台中市教育局表示讲，会听各界意见，也会找学校来试办。另外，国教署也决定讲，针对高中甲学校时间，要来举办线顶的公听会。台中市有机关发起民调，希望各中小学应取消早自习时间，延后到学校时间到8点20。民众有无同款看法？我觉得早一点上课跟晚一点上课，我觉得对课业上面不会有太大的影响。那你第一堂课才到学校，他可能会就是资讯没有那么清楚。500份问卷民调结果，有8成赞成延后到校，增加学生困的时间。以台中市为例，教育局规定学生7点20分了后到学校对赛，8点40分才开始第一节课。第一节课进行时间由学校家己运用。学生延后到校，人本教育文教基金会表示赞成，经费其实袂影响课程学习进度，佮改掉体制劳动。我们已经明文规定啊，就是早自习不能上新进度，也不能考试。可是，在国小后来又改成了一个晨光时间之后，很多学校的老师呢，又开始在晨光时间进行考试。那整体的那个学习的状态，其实对我们的儿童其实是不利的。邀集校长、老师、家长，还有学生，还有专家的学者共同讨论，有一些共识，我们可以呢就来找一所学校呢来示范看看。早伫2017年，多人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高中、国中、国小上课时间改做9点到下晡3点。社会讨论愈来愈多，教育部国教署表示，尊重地方政府试办，也伫8月针对高中生伫学校进行办2场线顶公听会。其实我们是想要了解，就是目前的高级中等学校学生在校作息时间规划注意事项这个法规的一个落实执行情形，同时也要考量学生的整个身心健康的一个发展权。学生延后到学校讨论真侪年，看起来范围真大。今嘛中央甲地方教育单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希望找出大部分的人拢应接受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大学已经咧实行无分科系制度，或做不分系。台大近日推出新的方案，让学生囡仔会当利用独立学前1-2学期，伫咧校外来学习，了解到家己兴趣甲方向。另外，也有创新领域的学位学程，学的内容是800款，目标就是要培养同领域的学生。因为疫情的影响，线上会议正做一种新的方式，老师甲学生也是使用可爱视讯平台召开线上发表会。为了打破传统的学制甲课程的限制，台大推出未来大学的新方案，要来引导学生实行来发展。要或者不要用1到2个学期到国内外各种场域去进行探索学习。探索学习计划，亲像国外电来看的 Gap Year， 敢若收集会加探索学生会。另外，创新领域学士学位学程是依照志向来看医看系选读的，也设定定专属的课表。这种敢若收校内转系也是上主秀的学生，已经有同学讲有兴趣，为自己打造一个可能4年、5年以梦想为中心的学习规划。而像我想创的那个新领域就是鱼类科技。我们现在规划是授予文学士或者理学士这个通过了教育部的核可啊。台大也表示，9月开学了后，全校会有39个学系推出167个领域专长的课程，让学生则依照自我专长来跨领域学习。也在同步规划新的行动方案，这中间包括了弭平产学界限、增加实作计划的产业学院，预计将于今年底推出，然后明年第
明年度第一个学期就可以实行。说自己没办法去满足他们的学习热情，所以我们决定去尝试去设立这样子的一个 program。比如说它是文学院的，那在文学院修超过50个学分，然后同时满系的这个辅系的话，它就可以取得个文学的毕业证书。成功大学由大学1年级到4年级部分系的学士、学位、学程，即阵已经实施4年啊。清大、阳明高大、政大团部学院也拢在最近几年推出相关的规划，让学生有跨领域学习的机会，并且找到自我的目标，才法度得到更加多收获。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国民法官法到大约满1年啊，这1年以来有办理300场的无期法庭。司法院长柯宗力也讲，司法审判需要多元的角度来思考，希望民众愿意进入法庭参与审判。需要你的声音、你的经验、你的想法、你的勇气，让我们的法律保有人性的温暖。国民法官法公布就要满1档，司法院则已说明目前准备的进度，包括订定国民法官费用等5项处罚，嘛办理300场无期法庭、100多场的教育训练，到学校、部落、庙口等所在宣传，提升民众对国民法官制度的认识。国民法官的法庭是由3个职业法官、6个国民法官组成合议庭。国民法官会使参与地方法院的第一审，主要审理的除了少年刑案加毒品案件以外，上轻本刑10档以上有期徒刑加超故意犯罪造成死亡等等的重大刑案。审判结果是由职业法官加国民法官共同讨论决定。我唔捌读过法律啊，对不对？我唔捌读过法律，我是要安怎讲判？司法院长柯宗力讲，法律的审判是真济价值的判断，所以需要徛伫济济角度来思考，这就是司法需要国民参与审判的理由。法官的视野有限，但是矛盾的是呢，他又被外界呢期许要用全知的观点来做决定。有着不同的背景、生活经验的国民，他如果能够参与的话，或许呢就可以来弥补这样的一个不足。国民法官制度2023年会正式上路，目前还有500多工，虽讲外界各有记录，不过柯宗力讲，只要民众愿意加入法庭参与审判，就会使带入多元的意见，激起国民的思辨，打破社会甲法律的藩篱。记者郭碧君、谢桂林台北报道。讲到传统的水族灯是西港挂乡上届特别阵头，即马伫南海社区也设计出一套水族灯结合歌戏的创新课程，而且也把风灾观念放伫咧戏剧内面，咱做伙来去看卖。台南的西港挂乡是经过国家认证的重要民俗文化，活动中上好看的就是多元的艺灯，其中上稀罕的水族灯配合着北管乐出灯，会当讲是文武双全。为着保存珍贵的灯头文化，台南西港的南海社区除了设立文物馆，也聘请王秀露老师将水族灯和歌戏2个上有代表性的传统表演艺术结合创新。我挑了大概有3、4个正头的内容，然后将歌仔戏的元素融合进来。那因为正头它本身它是没有唱歌的，那歌仔戏是有，所以我就将歌仔戏的身段及唱腔融合在这个水族阵里面。除了创新推出西港特有的水族灯歌戏课程，区长也希望会当伫戏剧当中加入风灾的相关内容，5路也兼顾教育宣导。顺续也将风灾的观念带入社区。嘛希望照着讲用歌仔戏，用不一样的宣导啦吼，让咱的民众吼来更深一层的认识咱防灾啦吼。因为这防灾这风台对咱来讲是咱台湾啊，咱台南的具足重要一个课题啦吼。台南西港的南海社区将全国唯一的水族灯头加入歌戏的元素。唔但要保留传统，也求创新，佮加上防灾必了的知识，丰富的课程内容，互学员拢有把定的吸收。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的时候，做伙来看预报天就知。北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2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2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2度。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同一时间再会。Thank you.